在咧防疫期间，家友因的活动空间也受到限制。亲像高雄市社会局因着安排家友中心加短期的旅社去互家友住，互因暂时免困伫咧家咯。看到家友出现，社工人员主动去关心，催安有够无？毕竟全台3级防疫，社工人员最近阁会考劝家友接受安置，莫阁伫外口拍走，因为即马家友的生活更加困难。各地公园亭仔拢封起来，嘛无地借便所啉水。高雄市社会局就安排家友来住家友中心甲短期旅社。两处街友中心，它是属于一个团体式的管理方式。那很多街友他其实一般他在外面已经那个自由习惯了，所以他其实不太喜欢就是有被人有拘束管理的感觉。为了希望我们的街友可以再多一点的入住啊，接受安置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旅馆的方式，让街友他也可以入住。最近社会局一直安置31人，家友入来中心大进前会先隔离检查身体，遮有食有住，不过要是有人甘愿一个人去住旅社。其实台湾疫情紧张了后，社会局就接到不少家友无挂喙安的检举，有的民众看到因就亲像看到病毒。在我成为正式的游民之前啊，我也是会害怕那些游民啊，但是我有同理心啊，心态问题啦。可以看到很多画面，街友们也都零零散散的，就是一个人在那边，他们也不会特别想说去跟街友民众这边做接触。社会局表示，高雄市列册的家友有395人，大多数也是爱自由，不过拄着疫情，嘛是勉强同意安置，先闪避这波病毒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